人都中意攞富蘭嚟比嘅，陰陽怪嚟比嘅。我心裏邊我推薦咗唔知幾多人買呢個車，推手進步太快了，對吧？真的不需要推倒重來的改變，因為你真的是足夠優秀。大啲威啲話，你估？我現在開這個理想呢，叫換新版，就是一個小改款的一個版本。說實話，我剛開始看到這個車的時候呢，興趣不是很大。現在那個車的換代那個速度是超快的，甚至有一些是推倒重來的，全部都改。但是這個 L9呢，放在我們公司2天呢，我也看着它2天在我面前去過，我以為是同事新買的，然後他說這個新款，哇，哪怕是原來理想的老車主，都看不出什麼那差異。如果你真的要找一個差異，可能就上面那個激光雷達，它這個面積小了一點點，僅此而已。所有的東西都和原來一樣，這說明什麼問題呢？就說明這個車的原生第一筆設計就很成功，從銷量上面、口碑上面都是極其穩定的，在這個年代很少見的，也說明他這個成功就是從一開始他就做對了一些事情，並且堅持去做下去。所以他這次的換新，你知道這個背景以後，我也很理解。原來喜歡 L9 的用戶，你現在還得是看它，哪怕現在新車那麼多的情況下，你在買這個級別的車的時候，你要不看，還得要去看一下理想。我個 friend 啊，外來媳婦本地郎啊，阿烈有銀啊，我嘅同學嚟嘅。我烈有銀從來唔做呢啲咁嘅嘢。他買車的時候呢，我推薦了好幾款最近上市的新車，我說你去看一下吧。看了一圈回來，他還是挑了一個理想，他買了一個 L7。我說為什麼呢？啊，那麼多新車，為什麼還要挑理想？他說看了一圈下來，覺得理想各方面都做得剛剛好。對，他說了一點，這個車的造工是他看那麼多裡面是最好的，他很喜歡這個車那個造工水平。所以說嘛，就是原來做對的事情，你堅持下去去做，並且把它打磨得更加好，你這個產品就能立於不敗的之地哈。你可能已經知道了啊，這個顯然硬件上面的變化2方面，就是第一個算力方面，現在這個車的輔助駕駛啊，它現在是那個芯片單個是700 TOPS 的，現在這個不只是可用，而且是極其好用，包括在城市裡面哈，這個大家自己去試了。另外一個也是很重要一個亮點，它是雙腔空氣懸架，硬件上面和原來的單腔去相比呢，又得到了一個提升。其實原來的理想全系列配了空氣懸架，這個口碑都已經非常好了，就是那種開起來4平8穩，一家人坐在這個車上面要舒舒服服的去開，這個就是理想 L9，它原來一致要給大家達到一個點。不過呢，礙於對手進步太快了，對吧？在懸架上面的確現在捲得很厲害，你原來那個單腔唔夠焦了，現在升級到這個雙腔空氣懸架以後，很顯然對車身姿態的這種收斂能力就加強了。如果車身姿態不需要收斂的時候，就正常開，我覺得和原來8、9成是類似的，沒有太大的區別。區別就在於遇到一些特殊的工況，我要避讓的時候，對吧？像著名的橋頭跳的時候，這個車一下就拉住了，對吧？而且左右前後那個俯仰明顯就比原來抑制的好了，對吧？所以在後面你看這個更大的電視的時候，你可能沒有那麼容易暈車了，或者說你覺得這個車的穩定性又加強了，就是體現在這一方面的，這就是硬件方面對這個車的一個加強。其實我是不喜歡流媒體後視鏡的，就因為它那個視覺通常來講都是放大的，對吧？它很難去判斷後車的距離，這個就做了一點小小的改進，它更接近於一個人真實的一個視覺，和我直接去看後面是差不多的，就是這一點點體驗方面的改良，不花錢，只是把那個攝像頭的焦距拉大一點就能做到了。就是這些對於用戶預期打磨到極致，讓你各方面的體驗都無懈可擊，這個就是理想 L9始終在這個級別裡面立於不敗之地的絕對的一個法寶，真的不需要推倒重來的改變，因為你真的是足夠優秀了。不過可能你聽我咁講呢，你可能覺得我同阿理想關係好好，係咪？幫佢講說話，真係唔係，我心裏邊我推薦咗唔知幾多人買呢個車，包括袁啟恩，佢嗰部理想 L9都係我安利佢嘅，我話你試下 L9啦。係到而家你睇上晒腦成家，好似佢問佢個女又攞有副李林同佢換制唔制，佢唔制。阿妹，前面嗰部車靚唔靚？一般。L9好定佢好啊 ？L9好，佢嘅顏色唔係好靚，同埋佢冇電視。哦。係咯。咁用嗰部車同你換 L9制唔制？唔制。
好多人都中意攞富蘭嚟比嘅，係嘛？陰陽怪嚟比嘅都會有。咁佢嗰個就係優秀啊嘛。點解你想喺啲體驗方面，特別係小朋友唔講大話噶嘛？佢就覺得佢好嘅嗰啲嘢，佢中意嗰啲嘢，富利南嗰啲好小朋友 get 唔到噶。但係你想嘅好小朋友全部 get 到，呢個就係家庭用戶，你中咗佢嘅心嘅一個好重要嘅原因。我叫咗連強過嚟㗎，我話一定你要試一試呢個新款嘅 L9，你睇下同你舊嗰個有咩進化。我琴日打電話邀請佢嚟嘅時候，佢仲講嚇。你呢個係新車嚟嘅咩？有咩唔同啊？同我原先嗰部一樣，只不過就係嗰啲多咗個避震啫，其他咪一樣。我話你試過先知，真係唔止避震方面嘅進步，係全方位都進步。跟住佢翻去做功課研究，喂，又打翻電話俾我，好似又真係喎，除咗個殼係一樣，好似入邊啲嘢全部都變化晒啦。不過你想都好嘅，照顧我哋老車主嘅一個情緒，等揸出街以為大家都係一樣。呢個係車主自己嘅一啲想法啦。我等你試下部新車，你聽下佢點講。袁律師咧，袁律師啊，佢架車咧原先唔係咁嘅色㗎，係呢隻色㗎。佢話校史凳都係貼咗隻咁嘅色，我覺得成件事老土晒，原先隻色幾好睇。係啊，其實喺新款呢架 L9 嘅顏色係新嘅，佢低飽和嘅呢隻顏色，以前冇。你好啊，尊貴嘅理想車主，呢個係試車啊，有咩好嘢益喎？呢個係試車啊，試乜嘢車啊？試新理想 L9啊，新理想 L9。係啊，係。我嗰日同袁律師講，你仲天真地以為係咪都係一樣？其實啲嘢已經唔同咗㗎啦。有咩唔同咧？我就唔知有咩唔同啦。嚇？係嘛？我睇嚟就外形上面就一模一樣。最重要外形一樣係嘛？係啊。你試下，俾你試。有咩唔同咧？顏色唔同咗咯。我哋嗰時冇呢隻色嘅。你唔使貼膜啦，有呢隻色就係嘛？我仲有咩唔同冇發現咧？激光雷達大家有啦。唔同嘅，佢呢個細啲嘅，有冇發現啊？細啲，好似係喎。所以話我唔講冇人知嘅。細啲係好啲定冇？好啲，佢大啲威啲話。你估？除此之外，其實基本都一樣嘅。你上車開下佢，你開下佢。嗱，其實呢啲咁複雜嘅路況啊，你平時你架車你都唔會咁用噶嘛。係，我唔會咁用。係冇錯啦。但呢個新我平時我都唔會咁用，但我從試車角度嚟講，我都想試一試。我琴晚晚高峰等佢自己去揸翻去嘅，比以前嘅相比啊，嗰啲相機決斷嗰啲方面啊，特別佢條路睇通咗，一腳油佢就扳過去噶啦。同埋呢啲位置佢係全部，包括啱先你睇個人佢走過嚟，佢呢啲微調佢係實時可以反映到。其實呢啲都俾到我信心嘅。新一代同我哋嘅嗰啲有冇區別咧？呢個我之前冇做過研究嚇，但係既然你依家叫我嗱，放心，即管等佢去，係嘛？咁我亦都嗱，即管睇下佢。你睇下佢呢啲效率，喺馬路上啲效率，bang聲加速去㗎。好多人揸車都冇佢咁樣嘅效率。我覺得呢一個決斷會比以前會更加似老司機。因為原本咧，其實我哋用下佢，當然佢都係安全嘅，佢都係能夠行嘅。但係其實會有一種尷尬嘅，就會覺得佢好似唔似一個正常人類喺度開緊咁。有時有啲地方行得特別慢，或者特別乜嘢，人哋會覺得外邊有異樣嘅目光，覺得你做乜嘢喺度咁。尷尬值，我哋叫尷尬值。冇錯，尷尬，所以變成其實我相信佢係可以用，但係我都唔會用。但係嗱，而家反正啱啱呢一段嚇，我覺得就真人司機喺度開咁，該快就快，該慢就慢，跟住主流嘅車速。呢個就係我想講，理想 L9佢嘅變化，輔助駕駛唔係重點，係一方面咧。你有冇發現呢架新車同你嗰部好似一樣？但實際上佢嘅內核，你話坐上嚟覺得嗰張凳好似有啲係咯，我唔知係錯覺定係乜嘢啦。反正一坐上嚟，好似真係舒服啲嘅。因為張凳我唔知有冇舒服到，但係我睇咗佢嘅，我查咗一啲資料嘅，佢嗰個按摩嘅穴位啊，係比你嗰個叻啲嘅。我重點想先你試下嗰套避震，因為呢個係硬件方面，即係關乎架車嘅基本功方面佢做嘅一啲進步。你覺得而家呢套避震同你嗰套避震有冇咩區別？嗱，咁我覺得不如咁啦，唔好輔助。係你自己揸。好老實啦，我哋喺用 L9之前咧，其實係未用過所謂咩空氣或者未開過呢啲高級車㗎。你攞咩車換呢架㗎？奧德賽加積架嘛，加積架嘛，兩架換一架。其實我同你講下你點試啊？你就咁開咧，我相信你係體驗唔到咩區別嘅，差唔多嘅。佢嘅區別咧係個抑制車身嘅動態控制能力比以前強，即係原先一隻手臂嚟控制呢個車身掹住你先，而家兩隻強壯嘅手臂嚟掹。所以你會喺變線嘅時候啦，或者你滿載人嘅時候急加速或者剎車，呢個抬頭或者點頭呢個能力會控制得比以前會好。當然你啲咁嘅肥膩人，你開車你唔會咁開啊，係嘛？所以你感受唔到太多嘅一個變化，我相信會係咁。不過咧，其實開得 L9咧，大家都係追求佢嗰個舒適性啊。咁其實佢呢個雙腔會唔會比原本嗰個喺舒適性上面
更有提升。咁梗係會啦，過蹬路嘅時候，哦原先過隻蹬路嘅時候，蹬完之後嘅車會揚多一嘢嘅。哦而家兩個避震拉住你蹬一蹬，但唔會啷多一嘢，即係架車好快就回復翻一個穩定嘅狀態。係架車身嘅控車能力強咗，並唔係話佢硬咗或者軟咗，硬軟係冇區別嘅，只不過控住呢個車身，令佢處於穩定狀態嘅能力比以前強。即係即使我家用，我唔需要激烈駕駛嘅情況下，哪怕我行翻相同嘅路角，行翻好似我平時咁樣行，佢嘅穩定性，佢嗰個啷嚟啷去嘅嗰個感覺。你嘅仔喺後邊睇個電視機嘅時候可能會暈車，你而家有咗呢個可能會改善翻有少少啦，因為你嘅車唔會咁啷啦。仲有一個變化，我相信你好中意嘅，順電續航。你嗰架車順電續航係唔夠呢架噶嘛？呢架200幾噶嘛？你啲高人佬係完全當電車揸噶嘛？係咪先？每日都揸到乾㗎啦。好肉赤㗎，唔係用油。係啊，琴日失算咗，行遠咗，燒咗20公里油。哎呀，翳到啊！仲有咧，我發覺一樣嘢，唔知係咪有錯覺嚇？好似即係依一部車開起嚟咧，靈活咗，好似輕盈咗咁樣嘅感覺。呢個我相信就係避震嘅區別。點解你會覺得架車重咧？兩個原因嘅。第一個動力方面，你覺得踩落去呢個冇區別，呢個車動力一樣嘅。第二個咧就係架車嘅姿態方面，肥佬啊，你轉身你都會慢啲啦，係咪啊？瘦嗰啲唰一聲就轉到㗎啦嘛。就因為瘦嘅人對嗰啲重心嘅控制會控得好嘛。如果啲避震撐得住啦，你變身嘅側傾細咗，你咪覺得架車輕盈咗。咁我哋以前有兩部越野車嚇，一部係 L9啦。仲有部越野，呢叫 SUV，兩部都唔係越野車，唔好意思。L9係好大部，一部全尺寸咁嘅車嚟噶嘛，越野係咁樣好似尖咁樣細車嘛。但係我老婆開起嚟，佢嘅感覺話，覺得開嗰部越野好似心理壓力仲大咁樣樣。而開部咁大部嘅 L9，其實感覺上係更輕鬆嘅。呢個本身係已經我哋第一次接觸 L9嘅時候，覺得好特別嘅一種感覺。咁我相信呢啲應該係佢嘅設計功力嚟啦，係嘛？但係而依家再開咗呢部，你話係新款啦。好似呢種感覺再明顯咗咁樣。你嗰部越野係勁改過嘅，你要同大家講啦，改咗大拎大胎嘅。都話你令架車輕巧兩個原因，第一個動力會輕盈，第二個嘅車身姿態控制得好。我成日講啊 ，L9 其實佢唔需要變化，你變化嘅話就唔得噶啦，反而唔好變，將原先嘅體驗打磨到極致，呢個就係呢架車要做嘅嘢。不過都真係嚇嗱，我哋作為呢啲 L9 車主咧，見到依家其他嗰啲所謂勁品嚇，出到天花龍鳳又話雕龍畫花咁樣樣，而反觀翻我哋街上開住嘅 L9。大家其實都真係差唔多咁樣嘅啫。係啊係啊，所以你唔係話今日叫我嚟話試下嗱，真係同我介紹下啲新嘢。其實我哋可能個感知唔會好明確，得大家都係差唔多嘢咁樣嘅啫咁。咁但係嗱，今日你咁樣講完之後，發現原來佢嗰啲變化唔係話變化喺一眼睇就睇得出嘅嘢。佢內在嘅都真係發生咗好根本嘅一種變化，但係真係要坐落嚟感受過、用過。先至知道佢嗰種變化嘅明顯，講明呢個產品係成熟到一定程度咯。呢個 L9嘅好，大家係認知得好明顯嘅啦。你再將呢啲嘢打磨，係產品換代嘅2.0階段嚟嘅。有啲產品換代係營銷概念。而家呢架車變嘅每一樣嘢，都係你每一日用到嘅，可以等你有切身體驗嘅。我覺得呢啲成熟嘅產品啦，先有咁樣嘅做法咯。嗱，中午咧請阿袁老師試車，我仲要請你食埋飯，呢啲嘅規矩係嘛？規矩。你總結一下呢架車你嘅感受係點？同你預先我話俾我點嘢食啊？你講，佢講。首先，只要佢係 L9，我覺得咧已經係可以好負責任咁樣無腦推薦俾人㗎啦。朋友開住啲傳統車㗎啦嚇，見到啲車都會問一句：喂，點解啲車好唔好啊？咁樣。其實係可以當然咁樣同佢講，就係話冇問題啦，係嘛？預算夠嘅就飛啲唔使諗啊，係嘛？哪怕新款好、舊款好，哪怕唔咩嘅二手嘅都好，係嘛？你會收幾多錢？真係咁講㗎嘛？我真心説話，真心説話。咁如果係新嘅呢個俾你嘅感覺點？邊花騰？咁我啱先講啦，舊嘅都可以無腦推薦人哋買啦，係嘛？佢喺舊嘅基礎上再進行咗呢啲咁深度嘅升級，係嘛？好嘅變成更好，咁我相信推薦佢應該係一個可以負責任嘅推薦嚟嘅。即係呢架車咧，其實賣得好唔好，或者係佢哋點樣？我覺得最緊要除咗宣傳，我呢一啲用戶嘅嗰種再推薦，呢啲口碑嘅傳播，先係一個產品生命力嘅一個好重要嘅體驗。所以你想從1到 L9 嗰個進步係極大嘅，同埋呢個產品賣咗出嚟咁多年，都咁穩定，真係咁穩定啊，係咪先？一直落嚟去做。可見佢做呢個產品嘅定義嘅時候，前期做咗幾多功夫，而呢啲功夫係咪得用嘅用好？非常之好。即係我覺得咧，你可以出於其他好多嘅原因而唔去選擇佢，有其他更多嘅選擇，呢個我覺得係可以嘅。但係
真正用過佢嘅人，其實我覺得係好難去講出佢一啲好明顯唔好嘅。話我用過真係唔中意，因為唔中意買得太多，成街係冇個數。啊，咁都可以咁講。呢個位係咪唯一呢個，唯一呢個啦。咁如果咁錯，咁特斯拉咁錯啊？嗱，呢個唔可以講㗎。可以啊。